我係羅美芳。我介紹我自己，我係羅美芳，我喺澳洲翻嚟嘅。咁咧我就係我有痛症嘅，我個痛症就係類風濕同埋好中意抽筋嘅。一個禮拜我抽2、3次筋，有3、4次都有嘅。咁啊抽咧我就好辛苦，一抽咧我就由小腿一路抽到上大腿，跟住抽到落後邊 pat pat 嘅後邊都會抽嘅。咁樣抽起嚟咧，我需要即係好耐時間先可以恢復翻，先唔抽嘅。因為我女咧同我幾個孫一齊起身同我一齊捽，大約都要15分鐘後我先可以鬆得翻落嚟。咁之後我坐咗呢架E-Life之後咧，我就冇痛過啦。咁就又冇抽又冇痛。咁之後到而家咧就係一啲都冇痛噶啦。就又冇抽筋，但係我有類風濕嘅，我類風濕經係需要數來10幾年嘅時間㗎啦。咁因為咧就係初初發現有自己有類風濕時候就好痛，痛到自己都係好辛苦嘅。咁之後咧就一路都有食藥。自從我女介紹咗我用呢架機之後咧，我就覺得即係幫助到我好多，我一啲都冇痛。而家咧就係連藥都開始可以減啦。咁醫生就話雖然我用咗1個禮拜，我用咗我每日可以用3次到，每日用三次係啦，每次用40分鐘咁上下啦。如果我有朋友嘅話，我自己識佢嘅人，我都希望介紹佢用呢架機，使到佢能夠有病可以可以好返，如果係冇病可以保健。